跟住係講到嘅經文。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第18章9至14節，我哋一齊讀出。自以為義而藐視別人的人講了這比喻：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獨自站着，自言自語地：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周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獻上1/10。那稅吏遠遠地站着，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至今卑微的，必升為高。今日我哋有陳志強牧師為我哋宣講上帝嘅聖道，講題係誰是義人？請陳牧師。願因為平安從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眾人。我哋做下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保守我哋，你用你嘅恩典同慈愛接納我哋，讓我哋呢一等嘅罪人能夠得到上帝你嘅寬恕。藉着耶穌基督嘅緣故，我哋蒙召嚟到上帝面前，可以敬拜你。主啊，我哋感謝你，懇求上帝你俾我哋有聖靈所俾嘅智慧，能夠明白上帝你嘅真道、你嘅真理，使我哋生活行事為人都要叫我哋與蒙召嘅恩相稱。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我今日同大家所分享嘅經文係路加福音18章9到14節啊。喺呢度嘅時候，大家睇睇第9節裏面，耶穌向那些自以為義而藐視別人的人講了這比喻。喺度開宗明義嘅主耶穌咧，係有對象嘅，即係佢話佢個對象係乜嘢咧？就係自以為義藐視別人的人講了這比喻。呢個自以為義藐視別人嘅人啊，係咩人咧？如果我哋睇落去就知道啊，就係一個法利賽人，或者係嗰班嘅法利賽人。咁法利賽人喺當時嚟講好實在嘅一班人，可能咧喺當中裏面咧，亦都有唔少個法利賽人咧喺阿耶穌嘅旁邊咧嚟到聽到。無論我哋點樣睇都好啦。今日我哋睇翻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唔單止喺當代嘅處境，亦都探望翻下現代當中裏面，其實我哋再冇法利賽人啦。但係呢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法利賽人嘅屬靈嘅表現咧，我哋一定要得到一個教導教訓。咁呢個法利賽人有一個特色嘅，呢個話自以為義。主耶穌咧似乎好唔中意一班法利賽人喺當中裏邊咧，覺得呢班法利賽人點樣樣啊？自以為義，自以為義意思就係呢班人點樣樣啊？覺得自己非常之好啊！咩好喺邊度啊？佢覺得自己嘅品行好，覺得自己喺個信仰嘅生活裏面表現又好覺得自己咧各方面嘅地位都好，佢覺得自己好完美覺得自己咧非常之好，好到一個地步值得人尊敬嘅值得上帝嚟到欣賞嘅。主耶穌就針對呢一班人講咗一個比喻，佢話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當上帝去講到法利賽人呢一種嘅問題嘅時候，佢唔係單止講到法利賽人，去做一個對比，就係稅吏嘅對比。法利賽人獨自站着，自言自語。你睇到一樣嘢，呢個法利賽人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當中裏面自以為義。呢個自以為義嘅先係佢以自己嘅生活嚟呢個中心點嘅，喺當中裏面點樣樣啊？佢覺得自己值得上帝去欣賞，亦值得上帝喺當中裏面滿意。我哋知道呢個自以為義
嘅某一種嘅情況嚟講，亦都係出現喺現代嘅某些嘅信徒當中。當然唔係在座啦嚇，某些啦，或者喺當中裏面嘅時候，我哋都睇得到一樣嘢。有些少嘅行為嘅表現嘅時候，有時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喎。應該自以為義，其實係以自己為到中心點，佢覺得自己係咁樣樣嘅，佢覺得自己好完美，佢覺得自己各方面都好掂啦。掂到一地方，上帝都要欣賞佢啦。掂得個地方啦，上帝點都要贊同佢啦。咁呢一種嘅情況裏面係值得我哋去深思嘅。喺現代嘅生活當中裏面，其實我哋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嘅心態。其實呢種心態某一個程度，如果唔係太嚴重嘅話，都幾好嘅喎。即係你自己欣賞自己啊嘛，你自己肯定自己啊嘛。問題你自己欣賞啊，肯定自己去到一個盡頭，就係自以為義，你自己覺得開心咪得咯，自己覺得滿足咪得咯，唔單止覺得開心唔滿足點啊？一定會另一方面點啊？高過你自己認為嘅，其實高過你覺得自己好嘅地方。我曾經喺睇過一個網上睇過一個節目，好有趣嘅節目。呢個節目咧就請咗一對夫婦。而家啲娛樂綜合節目咧，即係好奇怪嘅，即係請咗一對夫婦。呢個對夫婦咧就個婚姻上有問題嘅。呢個有問題嘅婚姻嘅夫婦，咁啊直接上直播去訪問喎，即係訪問呢個夫婦，有冇調解嘅問題？即係嘅方式咧，就問佢哋嗰個情況啦咁樣。嗰個丈夫咧就好優秀，好優秀啊！整個訪問當中裏面毫無笑容嘅。咁問佢你問下嗰個丈夫嘅情況，你而家嘅情況嘅家庭情況點樣樣啊？其實呢個丈夫係非常之優秀嘅，即係優秀嘅意思就係佢好努力嘅工作。唔單止好努力嘅工作點樣樣啊，亦都係爭取時間去讀書上進，提升自己嗰個競爭力。唔單止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喺工作上面啊嘛，佢從職員啦到咗個主任，從主任咧做翻到經理。你睇到一樣嘢，哇！呢個丈夫幾咁努力啊！哇，非常之好啊！咁樣樣，即係呢個咁好嘅男人，好難得噶喎，咁有上進心咁樣樣。咁訪問嘅過程當中裏面咧，其實嗰個丈夫咧，唔會笑，一啲都唔要笑，佢亦唔覺得自己嘅處境好好。我話點解咧？咁樣樣，因為個丈夫講到一樣嘢就係太太要求佢必須要上進，佢聽太太意見咪上進咯。太太上進嘅情況當中咧，你要讀書，你要充實自己，咁佢就讀書啦，充實自己啦。你要努力。好好地工作，譬如努力去工作啦，唔得你好好工作點啊？你仲要點啊？你要升職。如果唔升職嘅話，我唔掂噶啦，即係個太太唔掂噶，家庭唔好噶啦。咁啊，佢又努力工作，真係升職就做到經理，但係毫無笑容，毫無笑容。跟住訪問嘅時候，點解啊？各方面都好好啊。咁啊，其中一樣嘅就係太太要求，太太認為如果你唔好好地溫書，唔好好地嘅充實自己，點樣樣啊？你帶嚟屋企好多問題，我唔會感覺到幸福，我唔會感覺到開心。喺當中裏面，太太就係好早就叫醒佢，你起身，操練自己，好好地翻工，就話你要好好地加班。好好地溫習，幾點之前咧，你唔可以翻屋企㗎，因為你要做好多嘢㗎咁樣樣。翻咗屋企嘅時候咧，要洗衫啊、洗碗啊，你要幫助太太㗎咁樣樣。哇，要求佢好多好多嘅嘢。佢係有一次好夜啦，去進修讀書，有一份功課，仲有少少未做完，但係好攰，攰到點樣樣啊？佢唔想再做啦。佢同太太講：我想休息。我瞓覺啊，即係做唔完啊啲功課，我第日先做啦，即係又唔係趕住交嘅嘢。咁太太就咪咪仔同佢笑，哎呀，係啊，你喺外邊咧有啲嘢，你同佢做埋去先啦。你可做完之後咧，你翻嚟瞓覺啦。佢一出門口嘅時候，砰一聲閂咗道門咧，鎖咗佢。你未做完功課，你唔准翻屋企。個先生心裏面好難過，好難過。佢做咁多嘢，太太唔滿足啊！個先生講：我為咗呢個家，其實呢啲嘢對佢嚟講唔重要嘅。
即係升職啊各方面，對嗰個先生嚟講係唔重要嘅。其實係，佢話我呢個家最重要嘅係我安心，好舒服，好舒服，好安心，好溫馨嘅一同嘅生活。呢個就係最低嘅要求。但佢完全冇，就問下，就訪問呢個太太。呢個太太就好激動嘅，其實好激動。我其實為佢好噶，我叫佢溫習，我叫佢補習，我叫佢努力，我叫佢呢個爭取好嘅職位、好嘅升職嘅機會，我全力幫助佢噶。我都好辛苦噶，我好早起身噶，我成都推動佢噶，我好夜瞓覺噶，佢未瞓覺，我都未瞓覺噶，咁樣樣。佢完全唔知道自己做乜嘢，佢淨係知道一樣嘢，就係對方要滿足晒佢所有嘅要求。對方唔滿足佢嘅要求嘅時候點啊？佢就用種各種嘅方法，使到對方咧好難過，好難過。以自己嘅生活為一個中心，佢唔會諒解到別人，甚至佢太先生咧已經有抑鬱症嘅傾向。去睇醫生，個太太都話：點解你要抑鬱啫？我對你好好啊，點解你要抑鬱啊？啊，我咩都做晒你嘅喎，嗱，我又鼓勵你嘅喎，啊，我又提點你好多嘢嘅喎，啊，你又升職嘞喎，哇，嗰個太太更嬲啊！我點解你要抑鬱啊？佢覺得啲問題係先生嘅，完全唔係佢嘅。哇！個先生，我冇睇晒嗰個節目，但我作為一個丈夫嘅身份去聽嘅時候，我幾乎流晒眼淚啊！哇！點啊？點過啊？點樣過？我喺睇到一個自我中心嘅生活，一個帶嚟可怕嘅情況嘅時候，唔係單單指自己話啊，我好得，我好自滿，好自義咁簡單。佢帶嚟嘅身邊嘅人好多嘅痛苦啊！佢自己唔知噶，佢淨係為咗自己做好多嘅嘢，佢要求對方佢身邊嘅人為佢做好多嘅嘢。呢個法利賽人嚟到上帝面前，亦都似乎喺上帝面前咧，要求上帝做一啲嘢。上帝，我好叻噶，上帝，我做晒所有嘅嘢啦。上帝，我喺聖經上嘅法律法要求都做晒啦。上帝，你想點啊？上帝，你覺得我點啊？佢嘅心裏講啊，一定掂啦。上帝，你應該咁樣樣對待我，我應該得到呢個地位，我應該得到呢個榮耀。我喺三個女身上裏面咧，我以前唔知道嘅，後來我喺三個女咧學咗一個名詞，後來聽到嘅時候啊，有呢個名詞咁樣，我以前唔醒覺噶，叫感情勒索。感情勒索，咩叫做感情勒索啊？我唔明㗎。好多時候咧，我可能係只講到我哋啲父母親啊，從啲兒女嘅心態裏邊啊，你唔咁樣做，達唔到父母親嘅要求嘅時候點啊？你不孝，你唔依從父母親嗰個要求、嗰個做法嘅時候點啊？父母親話：我好難過，我好傷心。原來咧係用咗一種親情、感情點樣樣啊，去要求你身旁嘅人到自己心目中所做嘅嘢啊，而家叫做感情勒索啊！我第一次聽，哎呀，感謝主，三個女識得同我講呢句說話，我知道有感情勒索呢樣嘢，我自己都唔知啊，我自己都唔知嘅啊，可以睇到一樣嘢。哎呀，有多時候咧，我哋喺呢個生活當中裏面咧，係有啲個微小嘅嘢咧，我哋唔係一定以自我中心嚟到生活，但係偶然間就會走出一啲嘢出嚟，呢個就係自我中心。聖經裏面講，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罪就係自我中心嘅生活。上帝創造人嘅時候，上帝將人擺喺伊甸園當中，俾佢管理伊甸園，管理上帝所做嘅嘢。上帝將榮耀分享俾人類，亞當夏娃，
叫人類有一個承擔。喺當中裏面，上帝唔係要滿足自己咁簡單，上帝願意將自己所有嘅能力、所有嘅榮耀都同人去分享。但係人點樣樣啊？佢受到誘惑，食咗之後眼睛明亮，眼睛明亮好啊，冇問題啊，我成日都滴下眼水，眼睛明亮好啊，花青素啊好啊，食下啦都好啊。但係佢話眼睛明亮好似上帝，即係意思話我要做上帝咁樣樣，我要有智慧上帝咁樣樣。意思就係我點解唔可以同上帝一樣咧？上帝已經俾我有同等嘅能力，當然我嘅能力比唔上上帝。上帝同等又俾我有咁嘅榮耀，我點解要聽晒你講？佢要過自己嘅生活，要作自己嘅決定，以自己中心嘅生活。今日我哋睇到呢個法利賽人喺歷史上已經過去，但係法利賽人嗰種嘅態度，或者係呢個原罪，仍然停留喺好多人嘅心裏面。要睇到自己，睇唔到上帝。你睇到一樣嘢，點解睇唔到上帝啊？喺11節裏面，法利賽人獨自站着，自言自語地禱告。我哋嚟到上帝面前唔係要祈禱嘅咩？我哋嚟到上帝面前唔係要傾心吐意，將自己嘅說話交託俾上帝嘅咩？我哋嚟到上帝面前唔係將自己嘅需要擺到喺上帝面前，讓上帝嚟到垂聽上帝嘅憐憫同埋賜予嘅咩？因為我哋同上帝之間喺禱告當中裏面建立一個對話，呢啲對話裏面建立一個密切嘅關係嘅咩？但係主耶穌講一個比喻嘅時候點樣啊？佢獨自站着，自言自語。佢嚟到上帝面前，唔係要同上帝傾咩嘢？佢嚟到上帝面前點樣樣啊？上帝，我好掂啊！我不着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稅吏。我每週禁食2次，凡我所得都獻上1/10。佢嘅潛在嘅台詞就係：上帝，我好掂。上帝，我好好。上帝點樣樣？你滿唔滿意啊？上帝，你都應該感到高興啦。上帝，你應該感到滿意啦。上帝，你嘅榮耀，你對待我嘅所有一切，你都值，我都值得啦，你都值得啦。佢唔係禱告啊，自言自語。佢面對上帝，心裏面冇上帝。佢面對上帝禱告，其實唔係禱告，佢係自言自語。弟兄姊妹，呢個法利賽人第二個問題就係，佢雖然去到聖殿當中裏面要親近上帝，但係個心遠離上帝，佢淨係睇到自己好處。我喺年青嘅時候，其實我參加好多課程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我都唔單止我哋基督教實教會信仰，我啲神學院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嘅某些教會舉行課程、天主教會嘅課程啊，佢哋一講座我都聽嘅。我聽過一個神父講咗一個經歷，呢個經歷咧，個神父真係好嬲啊！好少見到神父咁嬲嘅。點解咁嬲啊？講佢嘅彌撒，即係我哋崇拜佢嘅彌撒啦咁樣。其實啲做彌撒嗰啲信徒咧就好乖嘅，坦白講佢哋真係好乖嘅，就好聽話嘅。神父喺個彌撒當中裏面咧，叫大家企，佢就企嘅，好整齊嘅；叫佢坐就坐，叫佢跪就跪，完全聽從，同埋咧好安靜嘅。喺一次彌撒當中裏面咧，突然間聽到啲聲音，我模仿唔到啊！滴答滴答滴答，好清脆。因為在場太靜啦，呢啲滴答聲點樣啊？太突出、太尖銳啦！再聽清一睇，原來剪指甲啊！剪指甲啊！剪指甲！哇！個神父嬲到飆煙咁滯，即係
從某一個角度嚟講，剪指甲嗰個佢做晒所有嘢㗎，佢真係嚟崇拜㗎，佢真係好認真㗎，神父講乜嘢佢都聽㗎，但佢就滴嗒滴嗒，因為剪指甲，個心唔喺上帝嗰度，佢個心唔係敬拜嗰度，佢個心唔知去咗邊度，佢個人喺度，個心唔見咗。呢個係法利賽人，所有嘅嘢佢都做晒啦，佢個心喺邊度咧？所以呢度講到一樣嘢，呢個法利賽人一個特點就係一方面自我中心，另一方面咧，佢嚟到上帝面前嘅時候，佢圓滿晒上帝所嘅要求，可以話滴水不漏，但係個心唔喺嗰度，喺個心裏面連上帝都裝唔到，連上帝都裝唔到落去。第三點，我哋睇到呢個對比，呢個對比就係稅吏。呢個稅吏一個特色就係，你睇到喺13節，那稅吏更遠遠地站着，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隨着空。你睇到一樣嘢，佢同時嚟到聖殿當中裏面去親近上帝，向上帝嚟到祈禱，但係呢個稅吏點樣啊？卻係遠遠，即係意思就係站得好後啊！點樣啊？似乎要隱藏自己。點解要站得咁後啊？喺當中裏面，佢覺得自己話好有問題啊，自己好有問題啊，好有問題。問題到咧點樣啊？佢唔敢直接嘅咁近嘅嚟到上帝面前。點解啊？因為佢覺得自己係充滿着污穢，充滿着罪污啊！喺裏面話。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意思就係喺上帝面前，我係睇到自己嘅問題嘅所在啊！以至點啊？自己嚟到上帝面前是點啊？佢都知道自己不配啊！佢都知道自己充滿着罪污。喺聖潔嘅上帝面前點啊？佢唔敢行得太前，因為佢知道自己問題所在。但係呢個法利賽人咧，卻不自知，仲有一個比較，你睇下嗰個人啊，嗰個人真係你大家都知道嘅。呢個稅吏平時嘅生活係點樣，大家知道佢點樣欺負同胞，大家都知道佢點樣貪錢，大家亦都知道佢有冇遵守一個宗教嘅條例，大家都知道。你哋都知道，我比佢好好多啦。咁樣一個比較，呢個法利賽人。第三個問題就係去比較，呢個比較裏面充滿着排擠，佢唔單止驕傲嘅自以為義，佢仲身旁嘅人點啊？不斷嘅踐踏。原來自我中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唔單止睇到自己，亦都要抬舉自己，踐踏別人。我哋今日唔會，大部分人都唔會咁樣做，但係多多少少都有一種比較嘅心。呢個比較嘅心其實，從正面嚟講，有比較有進步咯。人哋好啲，我咪做好啲咯。啊，咁呢啲係正常嘅。但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請你記住，呢個去到極端嘅時候，請你好好地自我個反省。我記得我喺神學院裏面讀一門課係希臘文。啲希臘文對我嚟講真係好難啊！就係好多嘢唔識嘅，讀咗好似冇讀咁樣樣啊！睇完希臘文好似冇睇嘢咁樣，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形容嘅，真係。所以哇，考試嗰日又艱難喎，即係全部都希臘文啊，叫你翻譯喎，即係啊！所以咧喺英文裏面有句説話 ，It's all good to me，意思就係呢全部都希臘文嚟嘅，意思就係個個字母我都識嘅，外國人識得字啲字母 alpha lambda 嗰啲全部都識嘅，拼埋一齊。啲外國人冇一個識嘅，我就好似我中國人學英文一樣。啲小朋友成日講笑啊 ，ABC 我全部識晒㗎，走埋一齊我都唔知講乜，一模一樣，一模一樣。考試到中途當中裏面仲有，因為我當時嚟講係做一個學生會嘅總務啊，啱啱收書啊，即係送書嚟啊！啊，陳志強喺咪喺度啊？我收書啊，因為啲大箱書喺度，啊，即刻捉咗我出去，搞掂啲書嗰啲情況咁啊！
我搞完之後再去考試，哇！整個考試嘅當中裏面咧就好狼狽啊！我都唔知自己嘅成績點樣樣嘅。考完出嚟嘅時候，旁邊有考完成績之後出咗成績啦。有個同學嚟問我：你考成點啊？你成績點？特登問我啊，唔知點解奇怪喎，特登問我。我咁樣你竟然攞到咁嘅成績，佢就開始好唔開心。當時我都冇注意嘅，我完全冇注意嘅。直到呢個上堂嘅時候開始舉手投訴啦。陳志強啊，乜都唔識嘅，咁差嘅，佢竟然考到嗰個成績，好唔公平啊！哇！成班都好尷尬，我又尷尬，老師又尷尬，因為整個考卷都係按照考卷個表現嚟到評分。哇！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佢心裏面有苦毒罪，帶嚟咗苦毒。呢種苦毒使到我哋嘅心裏面各種嘅不忿。當我哋自以為義、自以為好嘅時候，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又得唔到我應得嘅嗰種榮耀，我亦得唔到我應得嘅嗰種嘅對待，亦得唔到上帝。我覺得上帝應該咁樣回報我嘅時候，點啊？上帝好唔公平，上帝好唔公平。點解嗰個人得，我唔得？呢個人得，我又唔得？上帝啊，你好唔公平。呢個法利賽人，頭先我講第三個問題，比較，因為佢內心裏面充滿着苦毒，罪帶嚟咗驕傲，罪帶嚟咗苦毒。呢個就係法利賽人嘅一種生命。而反觀呢個稅吏，佢嚟到上帝面前嘅時候，真真切切睇到自己嘅生命嘅本質，佢嘅生活嘅本相，佢知道佢生活喺呢一種嘅罪惡嘅環境當中，佢亦都知道自己隨波逐流，佢都知道呢啲一切事情點樣樣啊，唔合乎上帝嘅心，佢覺得難過，佢覺得自己喺上帝面前不配，所以佢嘅禱告同呢個法利賽人嘅禱告，佢係總係天淵之別。如果從字嘅數量嚟講，睇下法利賽人就講咗好多個說話，但係你諗下，每一個說話裏面係咪真正嘅禱告咧？你自己去判斷。但係呢個稅吏佢係講中文嚟講，佢係兩句說話：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佢冇講其他嘅嘢，似乎佢講唔出口，佢已經知道上帝知道，佢都知道自己各種嘅問題所在，佢自己都唔好意思講出口，佢只係講啦：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係一個罪人，我真係一個罪人。我生活喺一個罪惡嘅環境當中，我喺隨波逐流，我整個生活裏面唔合乎上帝你嘅生活心意。我喺宗教信仰上面點樣啊？我冇履行上帝你嘅任何嘅教導，但我願意嚟到上帝面前認罪悔改。上帝啊，求你憐憫我。主耶穌喺當中裏面，佢作咗個判斷。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呢度主耶穌好讚許乜嘢？你睇下嗰個稅吏，嗰個稅吏明白自己嘅處境，亦都明白自己個生命同上帝之間嗰種嘅關係。佢知道自己嗰種不配，亦都真係喺生活當中裏面常常得罪上帝。佢願意嘅嚟到上帝面前嘅時候，謙謙卑卑嘅嚟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嘅憐憫和寬恕。主耶穌好欣賞佢嘅態度，所以喺當中裏面，我哋睇到一樣嘢，嚟到上帝面前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嘅態度係點樣樣。你嚟到上帝面前，你有冇睇到上帝？上帝乜嘢啊？上帝嘅榮美，上帝嗰種嘅神聖。我好喜歡信義會嘅崇拜，其中嘅一個原因就係個編排得好有意思。
我哋有留意嘅話，開會嘅詩歌一定係讚美詩。點解會有讚美詩啊？讓我哋睇到上帝嘅榮美，睇到上帝嘅臨在嗰種嘅神聖。我哋睇到上帝一個榮美神聖嘅上帝點啊？願意親近人，願意喺我哋當中領受我哋嘅敬拜。呢個係上帝嘅謙卑啊！你有冇睇到上帝嘅榮美同謙卑啊？呢個係上帝喺當中裏面對人嗰種嘅恩惠啊，同埋接納啊。上帝知唔知道我哋嘅境況啊？上帝知噶。知唔知道我哋嘅生活啊？上帝知噶。上帝知唔知道我嘅內心啊？上帝知噶。上帝嘅榮美神聖，但佢願意嚟到當中領受我哋嘅敬拜。唔係上帝隨波逐流啊，而係上帝知道，但係願意親近我哋。所以喺我哋嘅崇拜第二個環節裏面就，你好好地認罪悔改嚟啦。呢一位願意親近人嘅上帝，神聖嘅上帝，我哋嚟到上帝面前，我哋應該認罪悔改，睇到自己嗰種嘅不配，睇到自己內在嗰種生命嘅嗰種嘅缺乏，睇到我哋嘅生活當中裏面常常嘅唔能夠使到上帝滿意。喺舊嘅認罪禱文裏面都有睇到一樣嘢，就係上帝要我做嘅，我冇做到；我唔願意做嘅，我常常去做。呢個就係我哋嘅狀態啊！呢個係我哋嘅狀態，呢個係我哋嘅生活。上帝知道噶，唔係上帝唔知道啊，但係上帝願意接納我哋啊！弟兄姊妹，呢個好重要嘅。你到上帝面前，好好地嘅面對上帝。我哋嚟到上帝面前禱告嘅時候，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一個榮美、神聖、滿有威嚴嘅上帝。呢位上帝以佢嘅公義嚟對待我哋嘅時候，我哋只有一個結局，就係滅亡，就係死。但係上帝話：你可以嚟禱告，你可以藉着耶穌基督嚟禱告，你可以藉着耶穌基督嚟親近我。上帝接納我，上帝願佢嘅恩典慈愛嚟接納我。你就好好地謙卑嘅嚟到上帝面前，交託你自己，將你心裏面嘅所有嘅嘢交託喺上帝手裏面，讓上帝嘅帶領，看看上帝如何嘅引導我哋人生。弟兄姊妹，呢個係法利賽人同呢個稅吏之間好大嘅對比。所以主耶穌好欣賞呢個稅吏，其中一樣嘢就係去俾法利賽人反倒為義了。如果係咁樣完咗，就非常之好。但係我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發覺，字裏行間有啲字咧，我常常忽略㗎，唔知大家咁樣，即係俾那人倒算為義。佢唔係去義人喎，倒算為義，一個比較式嘅義喎，好有趣喎。如果你留意啲經文就係比較式，呢個好過嗰個啦。但好過嗰個嘅時候，唔係等於呢個好好，只不過嗰個更差，嗰個更差，就好似一個58分，一個59分，59分梗好過58分㗎啦。咁但係合唔合格？都未合格。點解未合格啊？我諗下點解耶穌唔係佢嘅義人咧？即係倒為義啊！諗下係有理由嘅。好多時候呢個稅吏點樣啊？佢知道自己嘅問題所在，又明白自己個狀況，亦都自己喺屬靈上嘅本質如何。當然啦，呢個比喻當中裏面唔係咁詳細講到呢個稅吏本身嘅情況。但係我諗翻下，係如果我係一個稅吏嘅時候，我仍然維持翻工作嘅時候，我仍然咁樣生活嘅時候，點樣啊？上帝啊，我係一個罪人，我都自知好有錯，我覺得自己好有問題，我要上帝嘅寬恕同憐憫。一翻到屋企嘅時候點啊？繼續過我嘅生活，翻自己嘅崗位，稅吏嘅崗位嘅時候，喺城門嘅時候，你過嚟啊！你個樣衰啊，收你100蚊。你個樣好啲，收你10蚊。明唔明啊？呢個係個工作嚟噶。好，
去數錢嘅時候啊，上帝啊，幫助我啦！呢啲係唔乾淨嘅錢，不過我好中意。聽嚟好好笑，但係偶然間真係發生喺我哋嘅身上。我成為一個牧師，我曾經見過流淚悔改嘅人，真係流晒眼淚，真係懊悔自己嘅問題。我見佢幾次之後，我都無言啊！咩無言嘅意思啫？佢翻到去仍然係咁嘅喎，我真係無言嘅喎。佢仲問我牧師，點解你唔講赦免我嘅？即係宣泄咧，意思就係宣泄啦。我更加無言，我更加無言。我同你講啊，赦唔赦免罪咧，唔係我決定，係上帝。我只係按照聖經同你講嘅。你嘅懊悔我感受得到，你嘅眼淚我完全睇得到，我知道你懊悔嘅心。但係每次翻去都係一模一樣，都係做嗰種咁指定嘅罪，你自己知道嘅，你完全放唔低。佢仲問我點解我唔宣泄？所以我話我三個女教咗我一個嗰個名詞，頭先睇過嘅就係感情勒索，對上帝感情勒索，對人感情勒索。唔係我個錯，我知道自己錯，但係你唔接納我就係你嘅錯，你唔原諒我就係你嘅錯。上帝啊，你唔赦免我就係你有問題。呢個牧師唔赦免我，呢個牧師有問題。佢冇自己諗到自己有問題，自我中心帶嚟嘅罪何等嘅可怕！弟兄姊妹，你都上帝面前，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今卑微的必升為高。上帝願意接納我哋嘅，上帝願意赦免我哋嘅，上帝亦都藉着聖經講俾佢聽：世上冇一個義人，一個人沒有。我哋要認清呢個自己生命嘅本質，求耶穌基督幫助我哋，幫助我哋乜嘢啊？唔單止悔，而係要改。改嘅意思就係背離罪惡，求耶穌幫我背離罪惡。我生活就喺罪惡嘅環境，我生活喺呢一種嘅狀況底下，主啊，幫我脫離罪惡。我願意，我能力唔夠，主啊，幫我。求上帝幫助我哋，我哋做下祈禱。基本上你求你都繼續嘅幫助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因為我哋知道喺上帝面前，上帝你有恩典，有憐憫，有慈愛，不長久發怒。主啊，我感謝你，你藉着耶穌基督嘅緣故接納我哋，赦免我哋。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叫我哋脫離罪惡，藉着耶穌嘅救恩，每日所過嘅生活合乎你嘅心意。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